台湾对外采购军备及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捍卫国家主权、民主体制的必要作为。中共无理规则不会改变台湾拒绝一国两制的决心。我们台湾从来不曾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共长期以来昧于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有关于中共国台办官方近日对台美军售的一些批评，我想完全缺乏妥善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与文明水准，我们表达高度的遗憾。我们在这里要正告北京当局，中共对台不放弃使用武力，更频繁以海空军行动侵扰我空域及海域，根本性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和平的基本原则，这才是让台海情势紧张的主因，更损害了两岸和平繁荣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利益。台湾对外采购军备及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捍卫国家主权、民主体制的必要作为。中共无理规则不会改变台湾拒绝一国两制的决心。我们台湾从来不曾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共长期以来昧于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更在习五条后加大对台的打压，逼迫台湾接受其片面的政治主张。台湾绝对不会退缩屈服。我们呼吁北京当局应该停止武力侵台的霸道行径，切勿误判情势，升高台海与区域的紧张情势。我们政府感谢美国对我安全防卫的支持，但我们对于保卫自己家园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有极高度的决心跟能力。我们持续将与周边友好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区域的和平，保障台湾2300万人民的福祉与利益。谢谢。